jabi sonramalu dambata chawa. Tini tene di thoni jabi gomba dela danya pa seyate shangchu lamju ramba nda tabu chi thoni hiena tini pe sanje chumden de ka kholo sunje gomba ngewa me pa ane dela do ane pe hituya dang abe chimbu mubu pa ane hituya wode tichu yungures. 所以从这道次第的这一些教授里面，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就得知到佛陀三转法轮的这一些所有的教授都是无有相违的，这些所有的教授的最终的依据都是无有相违的。真是真的了，真的，俺做用刚开始了，俺别你们对吧了嘛，好不看了带用的，讲那个哪路呢？比如哪天打啥都说的，趴下的。जब जो नाते के नाला या अने पे अने शांचु लाउरिन छिमो तो ठी दे गयो पता कुंजु को लाले छि गयो बात सुन थोंदु कोला ओ ति ङे ल या लोबन दसु के अने कादा तेंचु को मेंगा 탐치 쇼지 de दुनी अने तब देवु को थोने लाले ताया थे नदे यिमबाते हाकोआनी अने कुंजु को दे लाले ल तगयो सरे संबते शिनी शिसोंस。那么由此以后，当我看到就是汉地的一些地方也在修学这一个菩提道次第的这一些教授的时候，我就想，他真的是统摄了经咒所有一切教授的扼要。第一个，jabi gomba dela的捏吧，但这个托尼你就全部让嘎生着哇些个气息哇个团大的啦，俺让出被特别全部了嘎起，特面了没比你吧。테메라 가치 타바침볼라 쿠버타비기 니파 다간나신 갸비 송랍근나니 더 야포리 더 야포 마레슬랍치 추봉고 레사파 아 산지 좀된데 그 공바 말련바시니 유림볼라 고르치 차단 유미 왕도 주바 딘리기 추봉고 레다 템바 탐치를 펜술이야 지기지라 쿠버타비기 니바도서 초마디 아니 다 그랬어야 돼 존델라 때니 다투 그랬으니 체와시바드레스。由此前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就是速得如来甚深意是这一个，然后是极大罪恶自消亡。那透由这样的一种教授，我们得以就是亲近往昔无始以来依于小乘的这样的一些见地诽谤大乘的法，依于大乘的这样的一些教授去诽谤小乘的这一些法，依于自己的一些邪见邪知造下的这一些谤法罪，都能够得以就是消减。这因把sonza ani nganzu gu ndi kabla ya chanju langrin chimi kabla chupong le de ha chang ka chap chimbu sumba nan shi nganzu pa ji chulu chori la ten che ani ji ge ji la chadang che de ha chang ka niba chimbu din nan shi songrab ga ya ji lan cho yin ba ji lan member yin ba songrab cho me la ani susu ge tön ha ma go yin do ji ge ji le ya ku ba ta ji susu ge din che ba yin na chupong le chap chimbu che ge yo ba sonza ani desu 상추 라른 신무지 ndendeshini ma lojong yapu je yong de kong la ani sanje jumden de songra tamche dambalan charche an denzu be chupung ge le de so nga to yo ba de yin is。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由于某些的这种宗派的党职，因为这样的一些党职，然后我们会造下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谤法罪。那么通过如理如法的去闻思这一些道次第的教授，我们是可以得以就是清净无始以来造下的这样的一些谤法罪。因为只要我们是相续当中是有这样的一种宗派的党职的话，我们就自然就会觉得我高他低，我优他劣，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分别，而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分别其实就是谤法罪。所以透由如理如法的去闻思这一些道次第的教授，这种谤法罪是可以得以清净。이나 양 아니 미수수 그 이렇게 잡당 그 토니 지나 노르와 잡아야 요시그레라 아니 텔라 노와 무트발라 니바메 바탕 다간 난신 페나
这些夹当新吉路的夹巴些巴啦，嘎巴夹巴啦呀，你把没吧？等马古当让个拉玛的比这苏苏个给干的不几个样，安尼弄出开始我的用的萝卜些吧几了，却让个萝卜卸下些呢，卸出吧的，那么我就比那了送下来是。那么需要知道的一点是，比如当他在教授一部论点时，我们指出其中他讲错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去批驳他写错的这一些部分，或者他说错的这一些部分，甚至是自己的师长在讲法时有一些部分说错的时候指出，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有开许，是可以这样的，在上师五师法里面是有提到的。这对讲了，安尼所用呗，我呢就采取约比个托呢，苏苏个个内陆西比个托呢，安尼让个给干来呀呗，我这当前，却让个都是今年这些家当的，这门都是拉不起，安尼这不对对讲了呀，才家呢也瞧不来死。那么就是自己圆满了这一个文思，然后又符合理路，去指出师长的这一些教授上面的错误时，甚至是说去辩经，然后就是就是我们就辩经的时候，如果是他说错，然后后面又承许他说错的话，我们就会说差嘛，就那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允许的。这对讲了，安尼给为几年个啊，被内陆通用的讲了啊，日下是来起，安尼被我看个写吧的日下是来起，安尼所以我首先写图过个是。所以就是那一刻善知识自己也要看忍这样的一种就是别人的这种指引，因为他是建立在这种正确的理路上面去说的话，那作为这一个师长也要堪能于这样的指出这种错误的这种行为。当然，这对我呢嘛，安尼7万年的个熊上本的啦，安尼年些老把起比古巴啊，最刚修罗个送个托尼，古巴些你个托尼，古巴些个多，对嘛，人把人的修个人。第是加不开呗，结婚呢，干点特别特别当不出，结婚孙子咱们就人把也依然们做，就点实习有。从而公斤进步多多啊，真的特别短的年比讲，当群切单对比偏远处，那钱都不容易被带动上。7万年的人比凶的啦，年把的、血把的、老把起比古巴。那之后的两个寄送就是讲授据此二种殊胜的这种教授的这一部论点，需去听闻、去讲授的这一个义理。第哪里？아니 디셔스다 벽치드나라 디셔스 전생 디셔나 아니 야베 케베 지우 마부 지기 니 야가게 자레다 인주 야베 케베 지우나 간덴 때문에 템비 담바 초도 제바데 지부선지 람지른 반데 인스 아니 까와다 뎀비 드제 톰마 마부 지기 템비게 담바 초도 제바데 지부선지 람지른 반데 인스 데니 저당 라우린스의 그 멘토야 돼. 양골라마 동가 쳔비 그 따버른 마도. 디그 지부순지 남저름 바 되고 야간이 이거 돼 봐. 송장. 대인잡이 남저름 바. 디그 배 로잔진 타선 그 강사 수식에 배 장부 장장 아니 수다 tum바 딱지 야보지 제버이나 아니 임문 총행기 아니 남주도 된비 강사 수식여야 돼. 요 말했어. 지 당부 된다. 是故应藏诸大德贤公义此圣教授由此三世到次第，逆有智人不欢喜。是故因此，因为这样的一种殊胜，印藏的诸多的这一些大德，它都是就是依于这样的一种教授。以一个普特切罗来讲，如果他是一个正助正会的这样的一个人，
当他去观察这样的一种教授的话，是没有一个人是不心生欢喜的。而这样的一种三世的这个道次第的这种次第，是以前在印度这一些论点里面都是有的，而把它就是共鸣为这种道次第的是宗大师。你这个你不提个道理呀？送入东哈探气给，你不对吧？代表用，想出个làm gì人吧？但得了，穷人切生多啊，切生不得，短吧当，年吧，也能得千年写吧，等这个推吧写吧，等这个培养错吧得，培养个错拉钱是吧？送那么个错拉钱不，都不能比。junsen ke thoni de don sams labdu pe na ngaran zu sonram dong ha kong loba ma yin na yin jun de chasan ji loba yin na sonram dong ha kong lobi pen yo thoba la so ba den je ke thoni chola chen bo zo ba yin za di tuan de sam bo di tuan de ya le ba sam shi is。 那么总摄佛经心藏义，能得一次善讲文，说听一切正法福，悉能摄尽因思维。那么当我们去听闻、思考、修持、统摄一切佛经扼要的广中略道次第时，就能够积集无上的福德资粮。虽说就是我们可能没有那种闲暇去广的去讲或者听或思考整个的这个三藏，但是如果你是去听闻或思考修持这个总摄三藏所有一切佛经的要义的这一个广中略的道次第的话，那么就是同样能够积极如同去阅读这一些三藏一样的福德资粮。갑시le 삼론 단도 쇼뉴뉴 딘저치 아니 수수근 덤바다 냠바다 쳇바데라 송라 탐지기 힘부 간다시네 두구요나 삼비 삼로테 제시그레스 이나양 페르나 시신긴도 용 bom바뿌 주니다 아니 니츠뿌 숨 아니 제동바뿌 지기 난도 용수 조바데 온도 젠가나 두니 셰용도 공라 온도 젠 덤바다 온도 젠 로발라 소바 드수 셰바티기 운이지 진지 두순가 힘부 탐체 아니 덤바다 로비 pen托你进人死。那么有时候可能也许我们会想，这么简短的一部论点，怎么可能我念诵就能够如同就是念诵一切佛经一样聚集这样的福德呢？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含摄了般若10万颂，般若25000颂，般若8000颂，是将般若经广中略所有的书要义都统摄在现观庄严论的8品当中。那么当我们在研习或阅读现观庄严论的时候，是同样能够获得就是阅读这一些般若经广中略一样的功德。都是觉得你大力个俺做呗lam ring ki tanda dudyon tabu chin chenye che yondu ta wo ki jung koran man de yondu lege je la ani chi usun je lam ji rimba ta sonra dong ha ki tuen bi chi zo zo chama chu ji de duba tabu chi den de yong res。 那么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就是我们可以了知道次第是含摄了三藏所有的扼要，是所有的精髓都是含摄在道次第当中。后面我们也会讲到。那这里，第空了呀，送把的时候看看，当啊个温住，
等你确决当怎么他们家用个切瓦用了推把西比古巴我第一步的都是今天人把现在送啊来是去吧，去他们家，怎么他们家用个切瓦我你用个的了青年西比古巴。那么今天我们大概是讲了就是礼敬、历史、论点的殊胜性，以及就是听闻的意义。那说，你顶参领当然就对所样，个先进着送了，你顶了下个意思，你就让做了，计划日子你再要不一呢，你当学的样个就怕是追得起是。然后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